我较准情。准情的意思就是以前若伫咧起厝的时，拢有一条迄个撇一个安尼吼。求主，互我会当照这条绳啊，所行所做，照上帝的准情吼，毋是照咱的意思。来，咱来最后咱来看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特别的一首诗，咱就来吟诗645首。若伫古早吼，你若讲你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份子，然后人都爱小可问讲，你会晓吟这首诗啊袂？若会的时吼，你才是真正是长老教会的吼。咧，来，咱即马来，咱就来吟诗，请诗班的扮演较要紧的角色吼，来。来，咱就来吟诗，吟诗我了主上帝，咱就来吟诗，吟诗我了主上帝，叫做大万里的声，叫做大万里的声，我了真叫咱的主欢，我了真叫咱的主欢，咱三个高主的面前，咱三个主的面前，感谢稳定，感谢稳定，感谢稳定，万物咱三个，高主的面前，咱三个高主的面前。感谢稳定，感谢稳定，感谢稳定，因为主上帝给我万的王，上帝给我万的王。来吟诗，咱就来吟诗，吟诗我了主上帝，咱就来吟诗，吟诗我了主上帝，叫做大万里的声，叫做大万里的声，我了真叫咱的主欢，我了真叫咱的主欢。阿门。OK， 咱伫遐有一部分爱小可，咱会搁注意一下吼。时间已经到，咱开始来过咱的新春的礼拜，三甲的祈祷。想事阮性命，搁将一个新的日子想事阮。互阮不管过去一年怎样过日子，一摆搁一摆，阮也搁有机会重新开始的上帝。阮感谢，愿2018年你刻伫阮的手中，表示你信任阮，表示你疼我惜阮，表示你互阮搁有机会重新来。旧的已经过去，
伫上帝面前，你欢喜怜悯愿，甲阮撤销一切过失，一切无责任，一切忽略。但伫新的年，阮恳求上帝，阮毋知阮的年岁怎样，阮嘛毋知阮的日子怎样，总是恳求你保守阮，互阮会当牵调你，然后好好追求新的一年，新的蒙恩。伫上帝面前，互上帝讲好佮真忠的罗卜。今仔日，众百姓来到伫你的面前，我们用欢喜快乐来三甲祝福新春的日。愿你圣神充满阮，引带所有伫你的面前的服侍者，愿伫你的面前的手所做，愿上帝你坚固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批判咱的心。这大家平安，新年恭喜，新年恭喜！哦，是新的一年啊，咱过来到教会内底，伫上帝面前，将咱所有的感谢来献给上帝。所以，咱要第一条要唱的歌是欢喜的歌，俄罗无煞。咱过去一年受上帝的照顾，受上帝的引带，咱拢得到伊无限的稳定，所以伫清早开始的时阵，新春的第一日的第一天，咱就来到上帝的殿，伫遮来敬拜伊，伫遮来敬拜伊。伫清早的时，咱要学乐伊；伫清早的时，咱要感谢伊。一条真水的诗歌，清早的时，我要学乐主。清早时，我要學樂，主的救恩入我心內，每句話都進來，為主最高。清早時，我要感謝，主的教導入我心內，溫暖我。心情，讓我勇敢。我要樂，我要感謝，真心真意，放下無煞。我要樂，我要感謝，歡喜唱歌，歡樂無煞。我就進來，與主最高。你清早時，我要感謝，主的教導入我心內，溫暖我軟弱心情，讓我勇敢。时伫咱的诗歌内底讲，我要学乐，因为救主伊会稳定入我的心，提醒我要安怎样，就尽力做工。所以伫新的一年，咱要尽力做工，受上帝稳定，伊会引带，伊会看顾，咱要安怎回应？咱只有尽力做工，拍拼来为主来做工，坚持咱的信仰，咱软弱的心智。伊要互咱勇行，咱应该用学乐、用感谢来感谢伊，甲伊三甲做伙。伊要引带咱头前的路站，带咱行人生的路站。来，搁一下来，伫清早时，我要学乐，救主救恩入我心内。
大家来拍拍啊吼！是我要学咯，我会求阮入我心内，提起我，是我着尽力做做工，为做做工。你真正是我要感谢，主的正常入我心内，温暖我，满足心智，让我勇行，暖足心智，让我勇行。我要学咯，我要感谢，真心真意，无西无山。我要学咯，我要感谢，我依旧歌，学咯，煞搁一届伫上早时，我要学咯。上早时我要学咯，总会求阮入我心内，提起我，尽力做工。尽力为做做工。你真正是我要感谢，就会调动伫我心内，温暖我，满足心智，让我勇行，让我勇行。我要学咯，我要感谢，尽心尽力，福西无煞。我要学咯，我要感谢，我的唱歌，一条真水的诗歌，互咱伫新的一年内底，咱要献上咱的学乐，献上咱的感谢，咱要尽心尽力为主来做工。咁嘛，咱一年新的开始，立咱的志，献互上帝话，尽力做工，互咱勇行，搁再勇行。有一条歌。咱自己伫上帝面头前，咱要敬拜伊，伊甲咱三甲伫地。内底诗歌咱咧吟的时阵，会感觉讲有一句话，互咱会当伫今年内底做一个大大的反响。过去的一年，甲伫新的一年，咱要用一个回想，一个感恩来唱这条歌。咱自己。伫宝座前来敬拜。咱打主的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守住教业的规律，每一日你拢守住教业的规律，因着我正信心的宣告。尊敬我咯，热敬我咯，你安排阮当听着话话插错。尊敬我咯，热敬我咯，我欢喜顺坦行的路。来，咱打自己的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守住教业的规律，因着我行信心的宣告。尊敬我咯，热敬我咯，你安排阮当听着话话插错。尊敬我咯。这条歌内底上引起咱感动的是对一个歌词。伫每一日，伊拢要想出咱教业的规律，因带咱行信心的山谷。兼在伫咱的日子内底，有关山，也有山谷。尾下迄句是啥物话？是讲顺境而乐，逆境嘛会完是无？无逆境嘛要而乐。
因为上帝安排稳当定着，袂会差错。这条歌互我足大的感想，互我足大的回应，也互我足大的感动。因为伫顺境的时阵，咱拢甲上帝拢袂记哩；伫逆境的时阵咧，咱拢埋怨上帝，咱无咧学乐啦。伫顺境的时阵，过了真顺遂的时阵，咱身体真勇健的时阵，咱事业真顺遂的时阵，咱学业真顺遂的时阵，成绩真好的时阵，咱拢袂记哩上帝，叫是这拢就我家己的熬，甲上帝拢袂记哩。咱无咧学乐讲上帝，你赏赐我遮尔大的快乐，赏赐我遮尔好的稳定，咱拢袂记哩。所以顺境学乐，逆境的时阵咧。咱拢会埋怨上帝啊！你哪互我遮尔拄着遮尔苦的苦难，拄着我遮尔歹的这个人生，咱埋怨上帝，再来想着上帝。上帝毋是讲学乐，嘛是咧甲上帝埋怨。所以做上帝嘛实在是真郁卒啊！若假使讲我若做上帝，我嘛会感觉真郁卒。顺境的时阵，互你真顺遂的时阵，你袂记哩我。伫你逆境的时阵，你过了真艰苦的时阵，你咧埋怨我。而遐佫刷落去的一句话是讲：伊的安排稳当定着，袂会差错。咱想看觅咧，伫咱过去的一年，咱有顺境也无，咱有逆境也无，咱有咧学乐也无，咱会知影讲，无论顺境，无论逆境。这拢是上帝的安排，一定袂会差错。咱接受伊所安排，互咱遮尔大的丰富，遮尔大的人生，遮尔快乐的人生，咱拢会当学乐上帝。伫逆境的时阵，拄着歹运的时阵，拄着无好代志的时阵，咱要安怎有缘学乐？因为上帝的安排稳当袂会差错，因为。因带咱行天路，伫咱一年内底要来的一年，可能毋来一年，要来的所有的日子，拢要得到上帝，伊甲咱引带，甲咱看顾，甲咱保守。一届来，咱三甲主持伫遮敬拜上帝。咱主持伫你宝座前敬拜，献给来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受赐到野的归来，引导我行信心的山途。顺境学乐，逆境学乐，顺境学乐，逆境学乐，你安排。稳当定着，袂会差错。顺境学乐，逆境学乐，我欢喜顺当行。顺境学乐，逆境学乐，顺境学乐，逆境学乐，你安排稳当定着，袂会差错。顺境学乐，逆境学乐。行天路，我是该对台。咱主持伫你上帝宝座敬拜，献给主，伊教阮同在。每一日拢守住教业的规律，因带我囝信心的宣告，顺境学乐，逆境学乐。你安排稳当定着，袂会差错，差错。顺境学乐，逆境嘛要学乐。我欢喜顺坦，我搁行天路。顺境学乐，顺境学乐，逆境学乐。你安排稳当定着，袂会差错。顺境学乐，逆境学乐，我欢喜顺坦行天路。顺境
敬而乐，敬敬而乐，来，尊敬而乐，敬敬而乐。你安排阮当行着微微差错，尊敬而乐，敬敬而乐，欢欢喜顺咱行的路。慢，伫咱每一个顺境，每一个境，咱拢要献上咱的乐乐，献上咱的感谢，因为伊的安排，阮当定着微微差错。我说的记一年，咱是受到上帝的恩典，伊要引带咱所行的脚只，伊拢要甲咱三合做伙，因为伊是咱的主，伊要引带咱行伊的路，无论关山还是山谷，伊拢要保护咱。要来一年，伊拢要甲咱三合伫地。这条是稳定的路。你是我的主，带我行去的路，关山也山谷，拢是你的保护。万人中路途，你听我领导我，永远无变的永远，这一切。拢是祝福，拢是祝福，一步搁一步，稳定的路，这是稳定的路。你听，你手，互我得到保护保守，一步搁一步，这是盼望的路。你听，你手。引带我行这人生路，主的手要带咱行人生的路，伊拢要一步搁一步，拢要带咱行人生的路。山野山谷，拢是你的保护。人中独你听我，入我，永远无变的永远。这一生拢要成做我的祝福，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你的手牵我，要得到我保守，得到你的保守。一步搁一步，这是盼望的路，你听，你的手。引带我行人生的路，引带我行这人生路。望伫咱过来一年内底，咱正是像一步每一步，拢得到主的恩典，得到主甲咱保守，带咱行头前的路，咱无搁哀怨，咱无搁来怨叹上帝。无论什么境遇，咱拢要学乐。无论什么状况，咱拢伫主的恩典内底，伊要引带咱行这条人生的路，因为伊是咱的主，伊要带咱行伊的路。无论关山还是山谷，关山就是咱拄到真境遇真好的时阵，山谷兼在咱心情真低沉的时阵，伊拢要甲咱三合做伙，伊要引带咱，伊拢要保护咱。我望伫新的一年内底，咱用这条歌来做咱一年新的开始。伊是我的主，带我行伊的路。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伊的路，关山野山谷，拢是你的保护。万人中独独。你听我听望我，永远无变的永远，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你
一步，这是远方的路，你行你走，因带我行这人生。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你手，互我得到保护。一步搁一步，这是远方的路。这是远方的路，你行你走。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主要引带咱。一步搁一步，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行你走。一步搁一步，这是远方的路，你行你走，因带我行这人生路。一步搁一步，伊要带咱行人生的路，因为伊要甲咱永远相合做伙。会记哩，顺境而乐。逆境犹原要学乐，咱准备心来下早的礼拜。会场请起立。耶和华是好搁正直，所以伊要指示罪人行正路。伊要用公平引带谦逊的人，伊要用伊的道路教示谦逊的人。既若守伊的约，甲伊的干净的人，耶和华款待因，拢是用慈爱诚实。这个是咱要来读新的诫命，伫圣诗的头前，新的诫命。你若真心、真诚、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做伙来祈祷。慈悲听从阮的天父，我要感谢你，你保守阮的脚步，互阮伫新春的第一天，阮有愿意来到你的圣殿，我们直接敬拜你，我们直接学乐你，阮也要直接来感谢你过去一年的引带甲带领。刚才阮正如诗所讲的，阮有愿的拄着患难，拄着艰苦的事，总是阮确信，阮若倚靠你，阮要赢过这世间所有的苦难，也要恳求你，互阮伫新的一年。阮有新的日子，互阮伫阮的本分，无论阮伫阮的家庭、伫阮的工作、伫阮的学业，阮拢会认真拍拼来去做。也伫教会生活，互阮会知，阮着怎样来侍奉，怎样来服侍你，来敬拜你。恳求你来引带阮头前一年所要行的路。阮确信，阮若倚靠你，阮要赢过这一切，阮要有平安、有喜乐，伫阮的一生，伫头前，你要引带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看圣经，记载伫旧约申命记第10章，申命记第10章，咱要对第8节看到19节，过来要看26节到32节。申命记10章第8节，
所以恁着守我今仔日所命令一切的诫命，互恁壮胆，要入去承接恁所要过去承接的地，也互恁的日子久长。伫耶和华所甲恁的列祖就抓相似因，甲因的后裔的地，就是迄号流年甲日的地。因为你要入去承接的地，毋是亲像恁出来的埃及地，恁伫遐野种，用骹踏来灌压，亲像菜园。独独恁所要入去承接的地，就是有山有山谷，来承受天的雨水的地，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管顾的地。对年头到年尾，耶和华你上帝的目睭常常看伊。13节。恁若留心听从我的诫命，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听耶和华你的上帝，尽心尽性服侍伊，就我要照时落你的地所欠用的雨，就是前的雨、后的雨，互你通收成你的五穀、你的酒、你的油，也互你的产业发草，饲你的精生，你也要得到饱足。16节，恁着家己谨慎。免得恁的心受迷，致到恁歪错去服侍别个上帝来敬拜伊，致到耶和华大收起恁，互天关密无落雨，地也无出产，恁就伫耶和华所赏赐恁的水地紧紧灭无。18节，所以恁着用我这个话记伫恁的心，恁的脑也着绑伫恁的手做记号，滴伫恁两蕊目睭的中做记号纪念，也着用这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你坐伫厝内，行伫路呢，困也是起来，拢着讲论。咱来看26节，看我今仔日将祝福甲咒诅摆伫恁的面前，恁若趁耶和华恁上帝的诫命，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就是祝福。恁若毋趁耶和华恁上帝的诫命，歪错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路，去趁别个上帝，恁平素所毋捌的，就是咒诅。将来耶和华你的上帝带你到你要入去承接的地，你着下迄个祝福伫基利心山，下迄个咒诅伫伊巴路山。这两个山兼毋是伫约旦河迄边，日落的路的后面。徛起阿拉巴的迦南人的队，甲即家3队，我郡摩利相抢嘛。因为恁要过约旦河，入去承接耶和华恁上帝赏赐恁做业的地，恁要伫遐徛起，恁着接手来行我今仔日。伫恁的面前所排列一切的律例法度，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掀开周报的第2页。来，咱来用台语来读。所以恁着守我今仔日所命令一切的诫命，互恁壮胆，为入去承接恁所要过去承接的地，也互恁的日子久长。伫耶和华所甲恁的列祖咒抓相似因，甲因的后裔的地，就是迄号流年甲日的地。咱用华语来读。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跟蜜之地。咱这个是要请联合诗班来赞美，因要唱的歌是《万福之福》。
今日牧师的讲题是对年头到年尾，上帝要看顾。兄弟大家平安。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日是正月初一，今天是正月初一，真欢喜咱大家人三个伫遮。很高兴你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咱要进入一个新的年，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年，咱真正毋知影头前发生什么代志我。们真的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人无咧外交，人没有多么有能力，咱需要上帝。我们真的需要上帝。会记得咱需要上帝，赢过上帝需要咱。我们要记得，我们需要上帝，赢过上帝需要我们。你要讲阿门无？你要说阿门吗？咱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上帝，上帝无需要咱。上帝不需要我们，所以就好好伫新的年，咱望咱甲上帝牵调。所以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紧紧地抓住上帝。人真要紧是你活着，人很重要，是你活着。人若活着的是你就有作用。人如果活着的时候就有作用。即摆问题是你活着伫创啥？现在问题是你活着在做些什么？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毋是你活偌长，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活多长，要紧是你一世人你活着做什么？重要的是你这辈子你活着做了些什么这个叫事情。做生命的价值。这个叫做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有真侪方面伫咧看。生命的价值可以从很多方面来你的看。价值无因为你赚偌侪钱变做有价值的人。你不会因为你赚多少钱而成为有价值的人。你的价值嘛无在伫你活偌久，你就变做偌年要你紧的人。的价值也不在于因为你活多长而成为有价值的生人。命若是对上帝来，生命如果是从上帝而来，真要紧是上帝安怎看你的生命。最重要是上帝如何看待你的生命。上帝安怎样看你的这世人你做了什么？上帝如何看待你这辈子做了哪些事情？你生命的价值在伫你到这个为止，你救偌侪人？你生命的价值在于你到现在救活了多少人？你安慰过偌侪人？你安慰过多少人？你用偌侪心情，甲一寡歪错行袂路的人，搁甲慢慢甲带倒转来你。用了多少的心神去引导那些走歪曲道路的人，把他引导回来？到即句偌侪人，敢若为着家己活，到现在有多少人是为自己为着而活？我的家庭在活，为我的家庭而活，为着我的囝在活，为了我的孩子而活，为着我趁钱在活，为我赚钱而活，为着我一间厝、直买在活。为了买一间一间的房子而活。那安尼到一日你老了，你过身了，如果到有一天你老了，你过世了，你甲上帝这个世界什么关系？你跟上帝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你甲别人的性命有什么关你系？跟别人的生命有什么关系？真可怕的一件事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当你一世人直无用，当你一辈子不断的忙碌，直走，真无用在走。不断的往前奔波，听到到一日，你想要回头来不及了，等到有一天你想要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的是大人，你无陪过；因为你的长辈你没有陪过他们，因为你的囝儿，你嘛无好好陪过；因为你的孩子们你也没有好好的陪他们，因为你真无用，你连你上要紧的婚姻，你嘛无好好啊陪伴因为你过。非常的忙碌，连你最基本的婚姻你也没有好好的把握。因为兄弟，伫咱的一生伫咧无用的中间，毋知咱有一寡甲真要紧的一寡物件，伫你咧无用的时间牵调无？各位，当你在很忙碌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紧紧的握住？伫即个遮摩西有一个祈祷，在这里，摩西有一个祷告，伊真要紧的一句话，我望会当成做你甲我咱共同的。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希望成为你我共同的。来，咱三个来读这段的诗，我们一摩西起来念这段话，摩圣经西祈祷诗篇90篇第10节、12节。到点我们一起，咱用华语到点来预备。来，我们一生的年岁不过70，健壮的可能到80，但所得的只是劳苦愁烦，生命转瞬即逝，我们都要成为过去。求你教我们数算我们的年日，好使我们心有智慧。这里讲，咱一生的年日，我们一生的年日，若是70，若是70，有当时啊，臃肿会当到80。如果强壮可以到80。因为咱这句
在场超过80岁，请咱举手一我个好不好？们在座你超过80岁的，超过请举手。 80的，超过80的，安尼咱袂少人，咱甲因拍一个炮啊，拍拍手好吗？恭喜他们。有人伫咧讲古早人活较久，有人说古代的人活得比较久，有人讲无影。有人说不是。请问你想，请问你想想，到底古早人活较久，还是即摆活较久？到底是古代的人活得比较久，还是现代的人活得比较久？现代人活较久。现代人活得比较久。伫耶稣的时代，罗马帝国差不多迄个时平均的年龄是45左右。在耶稣那个时候的罗马时代，大概他们平均年龄大概40-50岁。咱即马摩西嘛讲，人一生的年岁不过是70。摩西也不过说，人一生的年日不过是70而已。安尼是意思是，伫迄个年代，绝大多数的人若会当活到70是袂歹啦。这个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如果能够活到70岁，就已经很算不错了。讲上悬勇壮的人当活到80。说最高强壮的人可以活到80岁。结果咱即个拄则举手的一堆的人超过80。结果我们现在举手超过80岁的人有一群人。安尼，我要讲，伫上帝面前，上帝真正将恩典的免流互恁啦。所以我们要讲说，上帝真的把上帝的冠冕给了大家。徛伫恁头前的，才有两个真特别的人。站在你们前面有2个很特别的人。才有一个人讲名讲叫做进财，讲伊真有钱。这里有一个人叫进财，说很有钱。有钱的人不一定活较久啊。有钱的人活得不一定比较久。才有一个人真有智慧。这里有一个人很有智慧。智慧的人嘛，无一定活真久哈。智慧的人不会活很久。要紧是，不管你有钱有智慧，要紧是你一世人你要活出什么款的人，做什么款的人。重要的不在于你有钱或是有智慧，重要是你要活多久。伫这个摩西基督讲，上帝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在这里，摩西说求上帝教导怎样数算我们的年日。真正吼，上帝啊，互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无偌久。是啊，上帝啊，求你教我们数算我们的年日，真的不太久。少年人直直咧望讲，我要跟大汉，我要跟16岁、18岁。年轻人不断的一直想，我要长大，我要长大。16岁、18岁、24岁、30岁，少年人直直望要家己经过。20岁、30岁，希望日子一直赶快过去。但是到我即摆60来，我上帝也卖啦，日子过了有够紧啊，一岁一月直直塌。但是到牧师现在60岁了，他说日子过慢一点，太快了。我已经看到一寡人70岁、80岁，迄个蜡条怎啊不爱插？我已经看到一些人过生日的时候，70岁、80岁，他的蜡烛已经不插了。因为看到迄个数字直直加添，人会惊。因为看到那个数字不断的在增加，人的心会害怕。因为咱要按照真正伫上帝面前，互咱算小家己的日子。各位，我们要如何在上帝的面前数算自己的岁月年日？耶稣活几岁？耶稣活几岁？33岁。33岁。用咱的传统来讲，伊是夭寿啊。用我们的传统来讲，他是夭寿啊。33岁，总是伊的贡献、生命的光辉，到即句也搁伫咧推动整个世界文化的进步。33岁，但是他的贡献到现在不断的推动了我们的文化的进步。世界有太侪要紧的人，伊的年岁并无真长。世界上有太多重要的人，他们的年岁并不太算长。咱要恳求上帝，真正好好保守咱的心、咱的念头。我们要祈求上帝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意念。真正互咱唔知要活偌久，总是咱真正变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让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活多久，但是可以成为有价值的人。人活地时，爱讲爱注意，你到底帮助过偌侪人，救过偌侪人。人活着的时候，你要记得，你到底帮助过多少个人，拯救多少人。你的价值在伫你真正为你的存在带来真侪人的福气。你要知道，你的价值在于你的存在为多少人带来福气。人有一日过身了后，人有一天过世了，注意，这个人的价值在伫伊真正为着后壁的人
留落什么款的模范。要知道这个人的价值在于他为后人留下什么样的模范。伊短短人生，但是伊为着后壁这个社会建立什么款的典范，和后壁的人活了更较好。他短短的岁月留下了什么样的典范，让社会的人活得更好？我看到一种人实在是真唔甘。我看到一个人真的觉得很舍不得，真正直操劳，拢无休困，不断的操劳，从来没有休息。但是到最后，真正活袂转来，伊真正活袂转来。但是到最后，他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伊无为着家己活，他没有为自己而活。伊无为着伊身边的人的责任来活。他没有为他身边的责任的人来活。讲钱有钱，讲财有财，讲地位有地位，大项这拢有。说有钱、有财、有地位，什么通通都有。你有当看到偌侪人，伊真正真有才情，但是厝内的人真讨厌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很有能力，但是家里的人非常的讨厌他。社会的人真讨厌伊。社会的人非常讨厌他，因为伊无活出真正对人有帮助的生命。因为他没有活出对人有帮助的生命。活着时你在创什么？活着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有一日你离开了，你要留落什么？有一天你离开的时候，你要留下什么？今仔日三甲甲咱分享的是《申命记》11章。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申命记》11章。我望用这章来帮助咱行入2018年。我希望用这一章来帮助大家走进2018年。今仔咱伫咧庆祝新的年的第一日。今天我们在庆祝新的年的第一天。咱拄啊徛伫一个新甲旧交接的所在。我们站在一个新与旧的交界点。旧的已经过去了。过的已经过去了。旧的上帝已经收起了。旧的上帝已经收回去了。伊予你一个完全新的一年。他给你一个完全新的一年。伊予你一张新的白纸。他给你一张新的白纸。伊予你家己去画。他让你自己去画。会记你的日子由你家己来设计。要记得你的日子由你自己来设计。你的时间由你家己来选择。你的时间由你自己来选择。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过什么款的生活？拢交在你的手。都交在你的手里。但是有一日上帝要对你讲。但有一天上帝要对你说：“儿子啊，你让我看你做什么？你看看你做了些什么。”咱的人生是你家己的选择甲设计，然后你直直行去，你无法当回头。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自己选择设计，你一直往前走，没有办法回头。会记你直直行的是向前行，你唔知头前会发生什么代志。要记得，你不断的往前走的时候，你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唔知明仔载的日子如何。你不知道明天的日子将如何。因为唔通靠你家己的聪明。各位不要靠你自己的聪明。就要依靠上帝的恩典，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我望伫这个时，伫新的一年，我望你甲上帝救我掉。我希望在这新的一年，你将上帝紧紧的抓住。偌侪人伊的婚姻直直要破去。多少人的婚姻他将要破碎。感谢上帝，加在伊到尾啊，两个人拢搁倒转来，甲上帝起了后，因的婚姻、因的家庭搁建立。感谢他们将紧紧的抓住上帝之后，他们又回到神的面前，建立他们的婚姻。有人伫伊的人生的中间，伊用徛袂掉，伊用要放弃，但最后伊搁倒转来伫信仰，这个上帝搁帮助伊重新重塑伊的生命。有人在他生命当中即将要击垮，站不住，但是他后来回来到圣地的面前，重新站立。当你将你的生命刻伫上帝的手中，将你的生命放在上帝的手中时，上帝并无叫你完全迄个放掉你原来的路甲专职。上帝没有叫你放掉你原来的路与权责。上帝干那要爱你尊伊最大，然后你刻伫所有你的专长，刻伫伊的面前那点。上帝只要你尊他为大，放在你的专业专长而已。然后你的人生会无共款，因为上帝伫遐做准神。然后你的人生即将会不一样，因为上帝在那边作为准神。假使伫你的人生若无上帝，怎变做你家己最大？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上帝，你将自己称为大。当日你的生命的中间，若拢无咧思考上帝的代志的时，拢干那存你家己最中心，原可怕的代志。如果你的生命没有以上帝为准则，每天用你自己来做中心，那个生命是多么的可怕。现在你只有一条路通行。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上帝啊，恳求你甲我三合同行。上帝啊，恳求你与我同行。头前这条路真正你也唔捌行过。前面这条路你还未曾走过。这若干那这款的恐慌，若干那亲像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种惶恐就像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家己嘛毋捌行过，摩西自己也没有走过。伊要带迄个200万的军将要出埃及，头前的路要安怎行，伊拢毋知。他要带200万的群众出埃及，前面的道路怎么走，他自己都不知道。你知影摩西伫咧带即群人出来，伊的心内的恐慌无？你知道摩西要带这群人出埃及，他心里的惶恐吗？感谢上帝，因为伊心内恐慌，伊才会倚靠上帝。感谢上帝，因为他心里惶恐，所以他才会依靠上帝。以色列人甲上帝上亲密，就是伫旷野时代的上亲密。以色列人跟上帝最亲近的时候，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安定了后，人怎啊常常袂记得上帝？安定之后，人就忘记了上帝。你安定了吗？你安定了吗？你若安定，常常上帝怎啊伫你的生活中怎无去？你如果安定了，上帝常常在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了。咱常常咧讲一句话，惊吓袅袅带伫上帝面前。我们常常说，在神的面前战兢兢。伫迄个惊吓袅袅带中间，你才会去保守上帝的要紧性。在那战兢兢、惶恐的当中，你才会去珍惜上帝的重要性。但是伫过去的人生，但是在过去的人生，你若活伫痛苦的中间，如果你活在痛苦当中，你家己感觉讲你真正上帝啊，我毋对啦，我毋对啦。如果你真的觉得上帝啊，我错了，我错了。那安尼你有这样代志，你有一条路要行，你直接活倒转如果这样，你有一条路可以走，你要回头。因为你若回头，如果你回头，上帝定心阁牵你的手。上帝要重新牵你的手。上帝牵你的手，行头前你该行的路。上帝牵你的手，走前面你应该走的道路。这礼拜有一个人对我讲。这个礼拜有一个人对我说：“牧师，我错了。”牧师，我错了。我真正唔对啊！我真的错了。求上帝赦免我。求上帝赦免我。我就甲揽咧，我讲都过去了，拢过去了，拢过去了。我就将他拥抱着，告诉他说：“都过去了。”因为那确实一个人真正感觉讲，我伫过去的年日都位无好势啦。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觉得他过去在哪个地方做错了，做上帝的囝，一个足水的恩典。做上帝的儿子有一个非常美的恩典。主啊，我唔对啦。上帝啊，我错了。然后伊会对你讲，然后上帝对你说：“重新开始吧，孩子，重新开始吧。”这个是极大的恩典。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伫遮，上帝借着《申命記》11章，要互你几句话。在这里，上帝借着《申命记》11章要给你几句话。第一句话安尼讲。第一句话这么说。咱斗阵来读好无？《申命記》11章第8節、第9節，咱斗陣來用華語預備來。你們要遵行我今天頒布給你們的一切誡命，這樣你們才有力量渡河佔領你們要進入的土地。在上主應許給你們祖先和子孫那流奶與蜜的地方享長壽。第一句話講，恁要遵探我今仔日要互恁一切改變。第一句話說，你們要遵行我今天頒布給你們的一切誡命。你聽偌濟道理，迄是一項事。你聽多少道理，那是另外一回事。要緊是你都要遵探。重要的是你要遵行。遵探上帝的命令。遵行上帝的命令，然後你甲你的子孫要得到這個應允。然後你跟你的子孫要得到這個應許。迄個應允就是你甲你的子孫真正佇頭前的年日享受上帝要予你的恩典。那個應許就是你和你的子孫要在上帝的前面的道路享受上帝的應許。咱昨暝拄圍爐了。我們昨天晚上剛剛圍爐。偌濟人年紀若大，甲伊食飯的人若少。有多少人年紀越大，跟他吃飯的人越少？但是這個遮上帝的應允講，就是講你遵探我的命令。但是在這裡，上帝有個應許說，只要你遵循我的命令，你年歲若加添，然後你甲你的子孫，逐個人會當鬥陣享受上帝的恩典。你的年紀越大，但是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子孫享受上帝的恩典。有一個真要緊的基礎是。最中輩的人輕調上帝，最下輩嘛攏輕調上帝，逐個人就到尾攏佇上帝恩典。這裡有一個最基本的，就是你跟你的子孫要緊緊的抓住上帝。摩西講，照上帝命令去行的人，佇未來的日子，恁真正要突破
各种的黑暗，然后搬过这个可怕的河流，然后最后伫遐享受上帝要予恁的年。摩西说：“照上帝的命令去做的人，在未来的世界将有属灵的力量，冲破黑暗，渡过死河，在上帝所赐福之地，跟子孙享受天年。”上帝通过今仔日要予你的第二句应允的话，上帝通过今天要给你的第二句应允的话，伫后壁遮咱斗阵来读好无？申命记11章第10节、11节，预备来。你们将要进入的土地，有山有谷，也有雨水的滋润。讲你要头前，你要入去的土地有山有谷，然后还有雨水的润泽。说前面你们要进入的土地有山有水，也有雨水的滋润。讲早前伫埃及的所在，可能恁徛起的拢是平原。所以前你们在埃及所站的地方都是平原，但是此后你们入去的所在，但是此后你们要进入的地方，底下有山有山谷，在那里有山有谷。因为有山各位有山有谷，有谷。然后伫埃及的所在讲平原，我唔知你爱倒一种。然后在埃及说是平原，你喜欢哪一种？那对属灵来讲，平原是一个足平顺、通好徛起的真安逸的所在。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平原是一个非常安逸的地方。总是平原安逸顺利，常常互人迷失家己。但是平原安逸顺利，常常让人迷失自己。上帝讲头前你要入去的所在，上帝说前面你要进入的地方，人生不如意10项有8、9项，人生不如意10之8、9。底下有山有谷，在那里有山有有谷，起起落落，有起起落落，有真多变化甲有挑很多的战。变化和挑战总。是唔通袂记一项事。总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伫遐在那里自然落雨有水润泽，自然雨水滋润，迄毋是真水吗？那不是很美吗？山谷山谷真正有真侪人无啥爱，真的有很多人不喜欢，真侪人爱真正是平原地。很多人喜欢平原地。总是伫遮信仰讲，有当时啊，上帝甲咱带伫平原地时，你着感谢。但是很多时候，上帝如果带领我们进入平原地的时候，你要感谢。拄则吟诗的人带咱讲，顺境的时安怎？刚才带领我们唱歌的人说，顺境要怎样？学乐。赞美。逆境呢？逆境。学乐。顺境也学乐，逆境也学乐。顺境也赞美，逆境也赞美。伫你头前要入去的土地，底下有平原，你就学乐。在你要进入的前面有平原，你就要赞美。伫你头前要入去的所在有山有谷，你嘛就爱学乐。在你要进入的前面有山有谷，你你就要也要赞美。感谢上帝的恩典。你要感谢上帝的恩有当典。时啊，伫山谷的中间，互你更较谨慎。有时候在有山谷的地方，让你更加谨慎。有当时啊，拄着山的时，互你会当活倒转，小可搁拍一下。有时候遇到山的时候，会无让你回转，不会冲得那么快。第三句应允的话，第三句应允的话，12节，咱斗阵来，预备来。上主，你们的上帝，从年头到年终都看顾这片土地。上主，恁的上帝，对年头到年尾，上主你们的上帝从年头到年终，伊拢要看顾。他都要看顾。看顾的意思是，你伫倒位，伊嘛伫，伊嘛伫遐。看顾的意思是你在哪里，他也在哪里。耶稣降生的是一个真要紧的应允的以马内利的上帝，甲你三个同在。耶稣降生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与你同在。人对人上大的祝福是，以马内利上帝甲你三个同在。人对人最大的祝福就是以马内利，上帝与你同在。然后上帝甲你三个同行，有什么困难？若有上帝与你同行，有什么困难吗？全能的上帝若甲你伫你的身边，你咧惊什么？全能的上帝如果在你身边，有什么好害怕的？上帝要保守你。上帝要保守你。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姐妹，已经伫伊的人生的中间困扰要成10冬。她已经在她的人生当中困扰几10年。伊行东行西，有真多，伊真多惊吓，伊无法度通安然。他怕东怕西，有非常多害怕的地方呢，他不能够安然自在。我甲伊讲，昨天我跟他说，领受这个上帝踮伫你的心内，领受这个上帝在你的心里。
这个上帝若甲你三个同在，这个上帝如果跟你同在，一切困扰拢到尾要变做对你的祝福。一切的困扰最后都要成为你的祝福。唔免惊，只有信。不要怕，只要信。牧师常常要送咱一句话讲：免惊，免惊，耶稣伫你的脚脚边。不用怕，不用怕，耶稣在你的肩膀上。原来是台湾话较好听。台湾话比较好。免惊，免惊，耶稣伫我的脚脚边。不用怕，不用怕，耶稣在你的肩膀上面。所以耶稣甲你同行。耶稣与你同行。有主耶稣同在的所在。有主耶稣同在的地方。底下有平安。在那里有平安。大权能圣手甲你扶持引带你。大全能的圣手要扶持你。你遵探伊的命令。你遵循他的命令。伊要看顾你，伊要保护你。看顾你，保护你。伊要保护你，保护你甲你的家。他要保护你和你的家庭。保护你的产业。保护你的产业。保护你的灵魂到伫天里。保护你的灵魂到有一天到天里。所以，这个信仰你固守的是你整个的后面，是你整个人的存在。所以，这个信仰要固守的是你全面一个的人的一个存在。那你若无上帝，你的固守的，干那你的目睭具体的物质的物件那点。如果你没有上帝，你所看的只是你前面的东西而已。伫这个遮，上帝要固守的是你整个的生命、灵魂，敢你真正看会到、看袂到的产业。在这里，上帝所要眷顾的是你的全部、你的灵魂，你看得到的，你看不到的。最后第4句话。最后第4句话。来，咱斗阵来读一个背来。我今天把祝福和咒诅摆在你们面前，由你们自己选择。如果你们遵循我今天向你们颁布的一切诫命，就蒙福；如果你们不遵循这些诫命，就受咒诅。因为伫这个遮，你看去讲，上帝讲，你若遵探就得到福气。各位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你遵循，就会得到福气。你若无遵探，你就拄着灾殃受咒诅。如果你没有遵循，就会遇到灾殃受诅咒。你认为上帝是爱咒诅别人的上帝吗？你认为上帝是喜欢咒诅别人吗？我不认为上帝是爱咒诅人的上帝。我不认为上帝是喜欢咒诅别人的人。我做一个陪伴生命的人，我常常有这款的苦无奈。我作为一个生命陪伴者，常常有一些无奈。真侪人找我，但咧讲伊的人生的苦境。很多人找我讲他人生的苦境。我讲你行到这头前，你有2条路爱行。我说你走到这里，前面有2条路可以选择。你过去这的苦痛，是因为你直直行这条路。过去你的痛苦是因为你一直走这一条路。你直直选择，你拢用这款的方式直直选择你人生。你一直都走这条路，选择这个方向。所以你今仔日行到今仔日这么苦楚。所以你今天走到这里这么的苦楚。但是你若要跳离开这个苦痛，但是如果你要跳脱这个痛苦，你都要用无同款的另外一个方式。你要用另外一种方式。你都要选择无同款的做法。你要选择不同的做法。但是到最后，无论安怎分析，但是不论到最后做什么样的分析，伊就是佫倒转去伊家己的位。他还是选择回到他原来的位置。然后你若佫继续用你的选择，用你的价值，然后你会佫直直艰苦落去。如果你还是选择你原来的方式跟价值，你会一直痛苦下去。伊不改变就是不改变。他不改变就是不改变。留意，各位，然后你会当看见1年、2年、3年、5年，这个人伊就直直陷落伫迄个哪来哪大的苦难。你会看到这个人1年、2年，他就不断的陷在这个苦难当中。然后边的人我佫袂当创什么。然后旁边的人不能做些什么。因为伊的人生由伊家己在选择。因为他的人生他自己选择。这个遮，所以上帝不是爱咒诅人。所以上帝不是喜欢咒诅别人的。一个人伊的苦痛是由伊家己的选择。一个人的痛苦是因为他的选择。因为这个遮，上帝讲，我将祝福甲咒诅摆伫你的面前。各位，上帝说，我将祝福跟咒诅摆在你的面前。我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我要让你的人生丰富。我要让你的人生丰富。我要让你的生命丰丰富富到有存。我要让你生命丰丰富富到有余。但是你若无要行这条该行的路，但是如果你不走这条应该走的道路，你头前会拄到偌大的灾难。你前面会遇到多大的灾难？
留意，各位，今仔日摩西将这个选择权交予伊的百姓。摩西将这个选择权交给他的百姓。今仔日上帝嘛将这个选择权交伫你我咱的手。今天上帝也将这个选择权交在你我的手中。面对咱头前有真多，然后伫十字路口的时，请你去想着上帝。面对前面的道路的十字路口的时候，请你会想到上帝。上帝话铺出来伫你生活的中间。上帝的话浮在你生活的面前的当中。当你若做一个对的选择，你就成做一个属灵有智慧的人。当你做一个对的选择的时候，你就会成为属灵有智慧的人。愿上帝赐福你。愿上帝赐福于你。高山有可能对咱成做一个阻碍。高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阻碍。山谷嘛有可能，互人无细腻的时，跋甲规身躯脆糊。山谷也会让人不小心的时候跌到粉身碎骨。但是有智慧的人会当互山谷变做真水、真水生活的所在。但是有智慧的人能让山谷成为很漂亮生活的地方。我一摆过一摆，我若入去到山区，我看遐原住民直直要用真俗的钱，甲因的土地，祖先互因的土地，要甲卖互别人，我的心拢真艰苦。每次进到了山地，看到原住民要将他们祖先所留给他们的地很便宜的卖出去的时候，牧师的心都感到非常的难过。我是一个平地人，我是一个平地人，我无资格拥有山地人的土地。我没有资格拥有山地人的土地。但是我手里有教我地山地，你敢知？但是我的手中也有几甲，讲清楚的土地。因为我若无甲摕起来，7户的家庭马上叫法院拍卖。那可能就马上被法院给拍卖。到即马有偌济住伫山顶的人，因直直无看重因家己的土地。到现在有多少住在山上的人不看重他们自己的土地？我手里即马有一寡资料，中国人直直来台湾，直直买台湾人的土地。我现在手上有些资料，中国人来到台湾买山地的土地，佮借用原住民的名收购台湾的土地，有借由原住民的名字收购台湾的土地。花莲佮较是凄惨，花莲非常的凄惨。真要紧的三角汤差不多拢中国，真侪拢中国人是摕起来。很重要的土地都被中国人所拿走。各位，这个是一个哀愁。各位，这个是一个哀愁。我拢直直咧斗固守原住民，千万唔通出卖你的土地。我们都一直在固守原住民，不要出卖他们的土地。甚至牧师都爱搁斗调度一寡金钱，要安怎互因会当暂时渡过一关过一关的难关。牧师常常要调度一些钱，帮助他们度过一些难关。因为伫这个遮，各位在这里，咱安怎样伫咧看咱的人生？我们如何看我们的人生？你若看到这个假期这么长的假期，如果你看到这个假期这么的长，要去山顶出名的所在，车踏甲目睭睭。要去峰山区的时候，车子非常的拥塞。现在假期人都要用浪费时间，踮咧踏要去山顶。为什么假期的时候人要浪费时间在那边塞车到山上？因为伫都市这么车病，这么压力这么大，到尾啊，这款的真辛苦、真折磨的心情，到尾拢爱伫山顶找着迄个refreshment， 就着找着迄个生命新的转换。因为在平地这个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最后要到山上去寻求，让我们身心灵可以放松。真侪人伫山顶找着生命重新过去的快乐。很多人在山上找到生命重新开始的力量。真侪住伫山顶的人，因要甲伊俗还卖掉。很多住在山上的人，反而将他们的土地便宜的卖出去。因为上帝要互人是什么？各位，上帝要给人的是什么？有当时啊，迄个艰难你都要用欢喜、感谢来领受。有时候那个艰难，你要用快乐来领受。因为迄个有可能是山是谷，总是有恩典伫遐。因为那有可能是山是谷，但是有恩典在其中。上帝要引带你、保守你。上帝要引导你、保守你。伫这个变动不安的时代，愿你的心内有上帝。在这个变动不安的时代，愿你的心中有上帝。这个变动有可能甲你甲你的子孙冲散去。这个变动有可能将你跟你的子孙冲散了。一年一年直直过，你的家庭怎直直变小去？一年一年过去，你的家里的人变得越来越稀少。但是信仰有可能
信仰有可能甲恁规个拢揪掉咧。但是信仰有可能把你们疏离的关系紧紧的拉住。咱今仔日伫即个遮正月初，今天我们在这里正月初一，真侪人拢出出咧佚佗啦。很多人都带出去玩了。啊，感谢主，咱只有规个家庭，逐个人难得会当伫遮，佮甲即个时间摕来教会做咧感谢主，礼拜。我们有这些家庭，我们今天有一些家庭把这个时间摆在上帝的面前。啊！伫遮我有看到上杰诶爸爸甲伊厝内诶人举者手来，好现在我吗？们看到享杰的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当中，哈，对美国倒转来，对台南从美国来。回来。我看到迄个张师大诶校长，佮即马家己副市长啊，回报迄个长老带你诶家庭诶人拢伫遮，长老娘恁规个拢伫遮。哈，我看到潘长老你诶家庭家属也拢伫遮，吼，愿上帝祝福。我有看到恁即个遮的三甲伫遮，感谢上帝。感谢主。我希望逐个人会当伫即个时间真正趁即个时，用信仰甲逐个人规个靠到。我希望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用信仰将大家圈在一起。尊主最大，尊主为大。了后，咱要安怎样去庆祝？请你去，佮平安去。以后我们要怎样去庆祝？我们就快乐去，平安的去。呀，愿上帝施恩祝福伫你甲你的子孙。愿上帝施恩祝福在我们的弟兄当中。愿上帝保守你新的年蒙恩。愿上帝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蒙恩。咱的教会名叫做什么名？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永福哈。永福。所以拜托你，逐礼拜拢来这个遮找到这个永远的福气，好吗？所以拜托大家每个礼拜都来这里找到这个永远的福气，好吗？伫遮有永远的福气咧等你。在这里有永远的福气在等你。不管你个人拄到什么代志，不管你个人遇到什么问题，伫遮有欢喜，逐个人三甲来分享。在这里大家高兴，互相来分享。伫遮你若拄到艰苦的代志，遮逐个人三甲来担，因为咱是同一家人。如果在这里你遇到困难的事情，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分担，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咱三个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愿你踮伫阮的中间。亲爱的上帝，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愿你引导阮的人生，愿你引导我们的人生，互阮会学晓算家己的日子，让我们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互阮的日子伫你的面前真正真做一个蒙恩的人，让我们的日子在你的面前成为蒙恩的人，互阮真做互人因为阮得到福气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使别人得到福气的人。阮安尼祈祷感谢，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咱甲第位长老拍一个炮仔来好吗？多谢。这是咱的吟圣诗435首，等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紧行天路着及时，紧行天路着及时，请咱起立吟全首。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紧行天路着及时，紧行天路着及时，好好生命无定着。永
请坐。即个是来奉献。咱有业迄个奉献袋吼，你若有对上帝感谢吼，你用奉献袋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歌。请坐，这是请牧师来报告甲介绍。咱我想咱来吟一首诗啦吼，咱来互相请安，即马来，伫耶稣来，好不？嘿。伫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互相请安者，请咱起立。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伫耶稣。OK， 请坐，谢谢。
我想今仔日有一寡遮个家族的人倒转来吼，上帝十分祝福伫恁。逐摆我若伫咧拄着即个年关吼，对一间教会年关人较侪较少，就知影即间教会是都市化还是产增乡村的教会啦。那逐摆到伫即个年节的时吼，安尼踢甜教会不当时空到年节的时满，迄是都市还是乡村？迄是乡村型的教会啦。若是到年节的时吼，不当时人都袂少怎走到拢无厝无柜的，亲像咱安尼，你就知影讲，迄是都市的教会。因为逐个人不当时拢来伫遮，到年最到的时，拢爱转去。所以咱教会拄啊伫遮，咱感谢上帝。伫今仔日，咱三个伫遮见面吼。会记得礼拜刷了后，你该去看亲人的、看朋友的，逐个人把握即个时间，总是出入拢都爱小心、爱细腻，愿上帝保守咱的脚步。今仔日已经是拜五，礼拜日真紧就过礼拜啊吼，所以牧师即几工拢伫遮固守，所以恁若无代志的时，会当来教会泡茶袂要紧，愿上帝安慰伫恁的中间，毋望头前的路会当真好势。OK， 咱三甲来吟稍微变的诗。咱来吟645首，645首，咱就来吟诗，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啊，才有一群属你的百姓，欢喜遵传你的话，选择性命甲祝福的百姓。阮欢喜受差遣要对遮出去，
真侪一个有责任的人，真侪一个欢喜担当上帝使命的人。我们要成为爱的使者，我们要受差遣进入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愿意成为光，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的盼望。愿你兼顾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三位一体上帝甲你三个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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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别倒。上帝与你同在，引导你领受平安、喜乐与恩典的连岁。